今仔日方面各地加上东北季风，北部甲宜兰拢湿湿冷冷。气象署是表示，这阵雨会一路落到后礼拜一。也若是中南部地区，这段时间拢是出日头的好天气。另外，这礼拜是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要落南，到时这北部可能是剩无10度。 民众穿高衫、行雨伞，准备要过车路。气象署指出，拜高北部、宜兰地区受到锋面和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一寡所在会落大雨。气象署嘛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水雨特报，而且这阵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也若中南部地区这段时间拢是出日头的好天。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马祖都是容易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在礼拜六的白天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一个空档，但是到了礼拜六晚上开始又会有一股就是比较多的一个水汽会开始递补下来的情形。气象署表示，因为落雨加上东北季风，拜高甲后礼拜北部地区温度明显降低，平均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不过这毋是上冷的时阵，气象署提醒礼拜暗时到后礼拜二，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到时北部基南地区上低温可能无到10度。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会多在11到13度，然后在其他地方只是在14、15度。 然后其实基本上有些地方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哦。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二大陆冷气团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不过早晚温差也是真大。气象署嘛提醒，这个春天也是各有冷空气影响台湾，爱民众特别注意。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